来看台电基隆的第4天然气接收站一案，环境部决定讲，这礼拜5要进行第6届的环评初审。环保团体早起去基隆市政府陈情，邀请市长谢国良、李伟林排上专程来参加环评。另外，基隆的工商界嘛开记者会，表示讲因支持4接案。大声发口号，要求基隆市长谢国良甲基隆立委林派雄专程参与环评，做伙守护在地。因为台电要伫基隆起第4天然气接收站，这个案几啊届环评失败了后，环境部决定17进行第6届环评的初审。环团认为讲，第4天然气接收站会影响基隆港的安全，也有环境和生态。争议会进行了6年，而始终没有办法通过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涉及到太多我们没有办法被说服的疑虑。填海造地的地点完全跟基隆市的水产动植物保育区重叠。总会是全国性的工商团体。同一个时间，基隆的工商界是出去台北举行记者会，全力支持第4天然气接收站这案，强调协和电厂改建环评已经拖6年，真正拖伤久啊。因为产业发展变化真紧，烦恼欠电会影响工商发展，希望赶紧通过环评。基隆有多少个6年可以等？还要继续等下去吗？台湾会切电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世界工程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。针对环团甲工商界的意见，基隆市府甲林派雄强调讲，会徛伫个市民甲环保等等的立场，把关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建设。市府重视各方民意，将持续站在把关市民权益、兼顾环境永续与经济发展立场，善加把关市街建设。有关会损害到我们基隆市民的健康安全，跟损害到基隆市商港功能的航道安全，我是坚决反对市街的。不过林派雄表示，因为17爱伫立法院处理预算案，无法度参加环评会，也若谢国良敢会出席，暂时也无表态。公视新闻台北基隆报道。